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1，旧历的3月30，礼拜二。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有7例本土病例，其中宜兰5例，新北市的蘆洲1例，而且感染源不明。新闻一开始，就来看这个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，今仔日是来增加到11例确诊的病例，有4例是境外散入，拢是为印度来入境。有7例本土病例，其中1例是按1187华航机师教官的太太，另外6例是属社区感染，感染源不明。这6例本土病例，一个伫新北市的蘆洲是5股西子会前会长，另外5例是伫宜兰罗东是属于群聚感染，而罗东中正北路一间叫做银河百家乐的游艺场，有4个员工、1个人客来确诊。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新的说明。我们今天大概跟他宣布有4例加上总共有11例的案例哈，2起2起的一个不明感染，目前还是不明感染源的的一些社区的感染。好，那分作2块，那一块是1202这一群那他这一群里面总共有1202、1208、1209、1210、1211这样的一个群聚。那另外在另外一个就是在新北的芦洲那也有1起。那这1201是本国籍40多岁的女性是。没有，这已经过了。1202，现在讲12021202为本国籍30多岁的女性，那宜兰罗东镇中正北路银河百家乐形容一种。那地址是宜兰县罗东镇中正北路42号至2。那基本上他在发病前可传染期5月7号、8号、9号，他都上这大夜班就是0时到8点的班那上下班都骑摩托车那他因为在5月9号出现发冷、全身无力、咳嗽、发烧等症状，在医院就医及采检，那近日确诊，CT值20。那在个案有一个室内密闭拥挤的场所，且顾客停留时间比较长，传播风险较高。1月03是本国籍60多岁的男性，那也是近期没有出国史。5月7日出现疲倦、咳嗽、畏寒等情形。那5月9日因发烧到医院就医采检，那今日确诊，CT值18。那感染源也待厘清，初步掌握个案接触者115人，都先列为居家隔离。那其他接触者持续调查匡列中。后来今仔日增加的7例本土病例，1个是华航机师教官的太太，4个是宜兰罗东银河百家乐游艺场的员工，有1个是直接去游艺场的人客，另外1个是新北市蘆洲5股西子会前会长。除了机师教官的太太之外，其他6例感染源拢也未查出来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1210例，12个人死亡。6号在